小弟弟，进来啊！姐姐一定让你欲仙欲死的。我就是送外卖的。姐姐早都洗好了，偏偏这时候，我那男朋友被他老婆一个电话给骂回去了。要说你们男人也真难，小时候爸妈不让谈恋爱，长大了老婆不让谈恋爱。你看姐姐这情况，房都开了，钱都付了，什么都不做，不合适吧？不合适。要不，弟弟你过来，咱们酣畅淋漓的、声嘶力竭的谈谈人生，聊聊理想，再深入浅出的交流一下。姐姐，您这一单外卖都超时了，我哪有空陪你聊人生理想？真是个胆小鬼，那你送进来吧。我不能过去。为什么？我的系统会显示我离灾厄的距离，现在它的显示是0，所以唐小姐，您就是那个灾厄。我是灾厄，灾厄可都是引人为食、面目可憎的怪物。姐姐哪里看起来像个灾厄啊？你没有影子，作为一个精神系灾厄，你的幻象还是不够细致。一步就差一步，你为什么不往前走了呢？想吃一顿省心的饭就这么难吗？我本楚狂人，凤歌笑口休，手持绿玉杖，朝别黄鹤楼。原来是觉醒者李白，序列表第128位的垃圾，也敢来挑衅灾厄，简直找死！吃个普通人只能撑半天，吃个觉醒者能1年不用进食，你可真是一顿可口的大餐。来，好弟弟，让姐姐尝尝你的味道，让我们灵魂融合。你不是觉醒者里，现在才知道，已经太迟了。你也是灾厄。没错，我不是觉醒者，我是序列181位的灭世级灾厄杨戬。你为什么要装成李白？因为李白除了速度快，是公认的弱鸡，而这恰好给了速度更快、需要近身的杨戬一个完美的伪装。来到这个世界1个月，终于吃上饭了。这个世界，系统，你究竟是谁？我吗？实话告诉你，我是一名穿越者。我这是在哪儿？我不是追捕毒贩中弹身亡了吗？重生到这个世界之后，我发现这里与地球完全不同。这里的人类能觉醒240种序列天赋，当你觉醒的异能排在前180位，那么恭喜你，你是觉醒者，更是人类的希望。但如果你不幸觉醒的是后60位，我只是想吃饱，我有什么错？那么你就不是人类希望，而是人人喊打的灾厄。灾厄能力诡异，胃口奇大，大多会走向捕食人类的不归路，所以清除灾厄成了觉醒者的天职。而我很不幸，刚穿越来就觉醒成了灾厄，但又很庆幸，觉醒的是181位灭世级杨戬，除了多只眼睛，与常人无异。你滚局！堵住各个出口，随时准备围杀。3人一组，遭遇灾厄立刻吹响口哨。是。
驿管局也盯上了这个女人，真不凑巧。现在跑是跑不了了，难道要杀出去？恭喜完成1阶任务，捕食一只比自己高阶的灾厄。有了。有人吗？你的外卖到了。停，别敲。妖怪！救命啊！有妖怪！这不是妖怪，是灾厄，他已经死了，不用害怕。情况怎么样？司马长官，死者为雌性灾厄，受精已经被挖取。据我猜测，凶手应该是个男性。唐雨田设套约他开房，想要吃了他，结果却被反杀。作案时间很近，我们现在要不要封锁这片区域，进行一下排查？这小子你怎么看？这外卖小哥应该是流年不利，误入杀人现场。不，我不这么认为。这是你的？是的，这一片老小区楼梯多，有根杖省力些。纯钢打造，这不是普通的登山杖，这是你的武器吧？帽子摘下来。什么？是你完成1阶任务，你的序列181杨戬已提升至2阶，请您在以下3个技能中选择一个：1. 道面，可复制他人的脸；2. 哮天犬召唤，可召唤契约犬增强战力；3. 隐匿，能彻底隐藏金童之眼。灾厄的身份一旦暴露就得死，为了活下去，只能舍弃前2个优秀技能。我选3。我这是过关了，把他带回局里，我亲自审讯。什么？是。放开我！凭什么审讯我？我干什么了？长官，您怀疑他？如果唐雨田要吃和他开房的人，为什么要节外生枝点个外卖？只有一种可能，他就是唐雨田的目标，但是他反杀了。何旭，你一个高中生为什么要去兼职送外卖？攒钱买觉醒药剂啊！这年头谁不知道？要是高考前不觉醒，以后就没机会了。借口。你的真实目的是侦查吧？通过送外卖获取信息，找寻灾厄。我找那玩意儿干嘛？找死啊！你要找吃的，你也是灾厄。你有什么证据？你这是栽赃污蔑！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肯定吗？因为我的天赋是序列13弗洛伊德。通俗点讲，我会读心术，你脑子想什么，一清二楚。被他看穿了吗？该死！还憋着不变身吗？得活下去，变身拼了！等等，不对，绝对不可以变身，他在诈我。那就再见了。长官，我赌对了，我就知道这个司马真不可能是弗洛伊德，那种拥有读心术技能的大佬，怎么可能追踪这种小案子？还没过关，还得演。你是不是觉得我一个穷学生好欺负？给我等着，我要去告你！发传单、拉横幅、发小广告，曝光你的所作所为。何旭，你消消气，刚才我们是有点过分，我们可以给你补偿医药费。我要1万。你脖子上连皮都没破。2万。啊？3万。行，3万就3万。出去以后别乱说啊。有一说一，我越来越欣赏你了，你真的很老道。司马长官，从一开始你就这一句话说对了，我很老道，我不是你能随便拿捏的。我承认，刚刚确实是我工作上的失误。这样好了，除了钱以外，我再给你一个额外的补偿吧。你刚刚不是说要攒钱买觉醒药剂吗？跟你说个好消息，从今年开始，从事高3学生5考时可以免费注射强制觉醒药剂了。真的吗？真是太好了。知道为什么免费吗？
因为这种药剂可以针对灾厄，一旦有灾厄被注射了，就会瞬间爆体而亡。给你免费注射觉醒药剂吧。何旭同学，你也不想被炸一身内脏吧？你是说，学生里有灾害，我不想被吃，所以小心点。钱在这儿，你可以走了。老大，天大的好消息！虫市有人觉醒了序列9，近战无敌的吕布。这个人叫周成野，是首富周长风的儿子。刚刚司马真那些话，大概率是编出来试探我的。一旦我逃避无考，那就等于认罪。必须证明自己不是灾厄。3阶任务，经历一场体力透支、生死一线的极限战斗，并击败对手。生死战升3阶，自证和升阶分开都很难，放在一起反而简单了。只要我当众成为觉醒者，并打败另一个强大的觉醒者，就能一石二鸟。强大的觉醒者。同时有人觉醒了序列9，近战无敌的吕布。这个人叫周成野。周成野，就你了。你平常在学校里为非作歹惯了，将是我登天路上的青云阶。纸片掉了，有人开了门，难道是爸妈回来了？不可能，爸妈在荣城做生意很忙，不可能突然回来。那是小偷，小偷还敢在我家洗澡？小姨，亏我从小把你当家人，你竟然撞见我刚才那么尴尬的一幕。什么叫你一直把我当家人？你就比我大3岁，还有我哪是故意的？我那是开门后才发现不对，谁让你来之前不提前打声招呼？看到没，你妈给我的，我已经和你爸妈打过招呼了。你要在我家住多久？很久。我这次是来出差的，猜猜我出差的地方是哪？没错，就是你们学校。顾欣然可是在荣州特训了4年的觉醒者，突然被上级派到这儿，难道虫市有大事要发生？喂，想什么呢？我可是精神系的，你脑子里最好不要有什么邪恶想法，我可是能感觉到哦。这下糟了，出门被医官局监视，回家还得被小姨盯着，得尽快实施我的计划。程嫣婉，你这个贱货！同学，我认识你了。你个骚货，勾引周成野，敢做不敢当吗？是他一直缠着我，我根本就没理过他。韩元是周成野的跟班，周成野爱慕程嫣婉，好机会。撞你妈的清高！何旭，你个狗东西，竟然敢管我的闲事！给我放开，信不信我弄死你！再见。何旭，你敢打我！打你怎么了？你给我等着！我真的去告诉周成野。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何旭同学，你帮我会给你惹来麻烦的。没事儿，我能应付。以后我罩着你。周少，你这吕布序列真是无敌，这一拳怕是有300斤了。老大，你又有钱又帅又能打，程嫣婉迟早拜倒在你脚下，任你采撷。那还用说？周少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被人打了。谁？何旭，他和程嫣婉今早一起上学。我好心提醒他，程嫣婉是你看上的人，他非但不领情，还打我，完全不把你放在眼里。啊！他找死！走，弄他！旭哥，你曹怎么和程校花一道来的？你俩不行啊！和周成野抢女人，你忘了董子跟浩了了？
腿断了，血退了，全家破产了，现在都不知道被封在哪个水泥庄里。是吗？正好为民除害了。高三一班的何旭，给老子滚出来！太好了，演员、观众、舞台都齐了。周少，快看，那小子好像吓得直发抖。何旭，就你这样的孬种，也配跟我抢女人？他是故意的，什么？故意接近程嫣婉，他想挨打，只要伤到一定程度，就能理所当然缺席五考时的强制觉醒。长官，您就这么肯定何旭是灾厄？我可是序列26鬼谷子，这么多年来，我的直觉从未错过。不用等到五考了，待会儿我就亲手给他注射觉醒药剂，让他当着全校的面现出灾厄原形，砰的一声炸成血沫，那画面一定很美。周成衍，你有什么资格看不起何旭？你就是投了个好胎，在我眼里不值一提。而何旭则是一颗闪闪发光的宝石。说什么？他说他看不起你，巧了，我也一样。你个杂碎，敢不敢跟我打一场？何旭，何旭直接下瘫了。长官，看他这个样子，好像是要觉醒近战类觉醒者的征兆。不可能啊，我的直觉从未错过。啊！这是看到序列真言，何旭觉醒了。哟，觉醒了？什么序列啊？序列128，李白。哈哈，你妈搞了半天是个李白啊！最尴尬的法术刺客，组队都没人要的五废之首。我以为你能觉醒个猛将序列跟我正面刚一场，结果你他妈是个废物！你知不知道这样真的很扫兴？我自幼学剑，觉醒李白正是天作之合。不是要打吗？我这套剑法名为闭嘴！君不见，黄河之水天上，奔流到海之复。妈的！君不见，高堂明镜飞白发，招成青丝误成雪。别念了，你这杂碎啊！糟了，不能去！觉醒者战斗一旦开始就不能打断，这是规矩。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还有书不是在蓄力。李白每念一句诗词，攻速就能点1倍。如果能撑到念完一首诗，还会获得一个爆发技能——侠客行。不敢还手的废物，去死吧！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周少赢了！周少赢了！哦，何旭没有说谎，他真的好强。老大输了，吕布不是近战无敌吗？这怎么可能？老大，坚持一下，我这就治好你。谁让你救了？你疯了！这可是周成野！我说了，放手！够了，周成野必须马上接受治疗，我们不能失去一个吕布，这关乎大夏利益。刚才他要杀我的时候，没人在乎大夏利益。现在呢，咱们的财阀公子要死，大夏的利益就开始闪闪发光了。因为我对你这个疑似觉醒者很感兴趣。什么叫疑似觉醒者？何旭，别装了，你真的是李白吗？你确实具备了李白的所有特质，可问题是，你的力量超纲了。司马长官，你知道吗？
人类历史上有很多你这样的人，您要守护的只有您的面子。承认这个世界上世间有天才，很难吗？承认自己判断错了，很难吗？何旭，请注意你的言辞。司马长官，咱们执法组抓人，得讲证据。先把周成野送去医院，收队。何旭，你的伤……皮外伤，不碍事。那晚上我等你下课。恭喜，3阶升阶任务已完成，您的序列181杨戬已升至3阶，力量与敏捷大幅强化，第3只眼增加新功能，超远视力。请您在以下3个技能中选择一个。道面可复制他人的脸，哮天犬召唤，契约犬增强战力，示警受到危险时可提前。我谢景现在的战斗方式是靠第3只眼都很有价值，但现在最大的风险是身份暴露，道面能让我多一层伪装，甚至多一条命。我选1。您已选择道面，正式开启72变化路径，如需提升至4阶，请完成任务，吃掉30只灾厄兽精。另外提醒，为避免蛇化，请在10天内再次进食。蛇化？蛇化到底是什么？不管了，先想办法在10天内找到灾厄进食。何旭，你知不知道你得罪了谁？还不快回来！知道了。收拾好东西，马上离开。是因为周长风？你还有心思猜？小姨，我又不是孤立无余，好歹有义种局当靠山。而且我调查过周长风这个人，新闻里都说他谦和节俭低调，不至于跟我一个高中生一般见识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从来没有人说周长风不好？因为他们不敢。所有得罪周长风的人都被灾厄吃掉了，所有得罪他的人第2天都会发生意外，肠子、内脏挂在房间里，到处都是。还有人能暗中雇佣灾厄吃人？这个世界比你想的还要黑暗很多。小姨，对不起。周长风确实杀人如麻，但他如果想动你，必须踏着我的尸体过去。我的侄子，谁敢动，我就跟谁拼命。走吧，我带你去见个人。谁？阴历会会长，一个能救你命的人。抽烟吗？不抽。你是不是觉得，对于一个每天治疗癌症的人来说，抽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儿？不错，按理说，您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清楚抽烟成本有多大的几个人之一。抽烟对健康影响极大，等于慢性自杀，这是事实。可不抽烟，我很难排解一些事情，会忍不住焦虑，这叫感受。在事实和感受中选择一个，这叫人生。人生没有对错，就是一场选择，关键是值不值得。你来这儿是想求我帮你保命，我当然可以保，但问题是，你值得吗？你只是一个李白呀。包院长，他确实是李白，但他是打败了吕布的李白。您的24节气应该给他留一个位置。一般来说，一个李白打败了吕布，我们并不会觉得那个李白有多强，而是那个吕布太菜。而且最近我招了很多打手。顾小姐，我愿意见你们是给你家族一个面子，但我没必要为了吸你这口廉价烟去招惹周家，所以请吧。老刀，进来吧。最新的一批，别逼我撵你们走。包院长，我不只是打手，我脑子很好用，您绝对有用得到我的地方。脑子很好用，那你说说我手上拿的是什么？
院长，尤阳，你怎么猜到的？他能进这间办公室，地位肯定不低。如果是正常病患的档案，根本不需要他亲自来送。他送来的应该是赃货，所以他才说是最新的一批。有点意思。霜降、清明、小憨，挑一个吧。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，就清明吧。哈哈哈哈！好小子，有眼光。不过这名字太大，希望你镇得住。我跟老刀还有事要聊，滚吧。老道，您真打算长期投资它？本来像清明这种资质，肯定得长期培养。可目前重事风向不对，彼岸社跟灾厄搭上线了。明天要是不把那批东西送到工厂，公司资金链就断了。老大的意思是，外勤小队的前置组，正好缺个脑子好使的队长。只要何旭能把注意力放在那边，咱们这条线就还有回旋余地。这就是他的安排。小姨，我懂规矩，我睡沙发。你不想试试这张柔软的水床？啊，小姨，你说什么？别废话，过来。清明，老大找你，现在。好，我马上来。真是个胆小鬼，咱们又没血缘关系，这么怕做什么？我又不会吃了你。老大，您找我。清明来了，坐吧。老大，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儿？明天有一趟货，你也跟着去送，只要安全送到50万，你看怎么样？我一个新来的，送趟货就给50万，那这货恐怕需要拿命去送。天底下没有掉馅饼的事，尤其是在黑帮里。老大，我不去。为什么？清明，你可别忘了，我刚刚帮你摆平了周家，现在是你报恩的时候。老大，我只是个学生，不能逃课。这里可是医院，缺课的事儿我可以给你开请假条。此剑名为卫，萧景如泥。更重要的是，它是一把祭器。你知道李白为什么跟同为刺客的荆轲完全不在一个档次吗？因为李白没有控制。不错，荆轲可以眩晕对手，永远能掌握战场主动权，而李白除了速度一无是处，但有了他，就完全不一样了。这把祭器可以在击中对手的瞬间附加熏郁效果，有了它，你就从一个李白变成了荆轲。何须啊，明天的护送任务如果是别人，我会直接命令他去，不留任何疑问。但你不同，你是个聪明人，对付聪明人只能下重金，让他心甘情愿。只要你答应，这把剑就是你的。这把剑对李白而言聊胜于无，可对杨戬来说简直如虎添翼，甚至还能自宣其说。为什么我一个李白这么强？因为我有祭器，就算是司马真也找不出半点破绽。何须，考虑的怎么样？明天的护送你愿意去吗？50万加一把完美适配的祭器，任何人都不会拒绝。我不愿意。好小子，这种心性属实不错，要是给你机会，必能成为一方巨擘。可惜现在的重事，就连我
也如履薄冰。婉婉啊，我没事儿，放心吧。没事儿，妈，医生都说了，你这是小病。小婉，小婉，这位是？妈，这是我同学何旭。阿姨好。好好好。这么巧，那你们先聊，咱们手术的时候再见。刀大夫慢走。手术怎么回事？我妈妈的腿已经瘫痪3年了，3年来一直是刀大夫治疗。今天来检查的时候，他说医院最近有个扶贫项目，只需要10万就能做这台手术。何旭，我一想到我妈可以重新站起来，我就开心的睡不着。放心吧，阿姨一定会好起来的。我去找那位医德高尚的刀大夫聊聊。这年头，红包该给还是得给，毕竟像他这么好的大夫不多见了。导演，刚才那个女孩和她妈妈，你认识？她是我同学，我刚和她闲聊了一下，她说您只要10万就能让她妈站起来，可我觉得这个价下不来吧。下来个屁！10万块就想把瘫痪治好，扯淡！那您还答应帮她治？他家已经耗了3年，榨不出更多油水了，10万当然不够看。可手术嘛，总有意外，死人也很正常吧。死了人可以卖肾、卖眼角膜，各种器官加一起，可就不止10万了。导演，我问您个事儿，假如他妈这个病钱到位了，您治得好吗？哼，想恢复如初不太可能，但走路嘛，问题不大。50万我就能让他站起来。导演，那我给他出这50万，行不行？帮你可以，但你小子有钱吗？马上就有了。老大，明天的护送任务我去，成了你给我50万，再加上那把剑。清明，你可算想通了，我就知道你是个聪明人。老大，我可以去，但不能这么稀里糊涂的去，你得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。清明，你在说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懂呢？老大，咱俩谁也别装糊涂了。我觉得我不一定非得死在这趟护送里，也能把您的事情给办成了。不愧是我看中的人，眼光毒辣。行，我承认这一趟是有那么一点点危险。一点？好，我跟你说实话，这一趟是送一套医疗模具，关乎一个天大的生意，大到所有人都想抢。老大，这套模具是关于重氏5考强制觉醒的吧？强制觉醒药剂要注射进人体，这种东西运到重氏肯定要拿到最权威的医院去调检验证，也就是咱们医院。咱们正好趁这段时间，以调试机器为由头，做了一套模具出来。但老大你千算万算，还是没想到这消息走漏了。那你说说，这东西靠什么赚钱？很简单，普通老百姓不知道人能觉醒成灾厄，但有钱人知道，他们都怕自己的孩子当众觉醒成灾厄，被医管局清除。所以，谁要是能在这台机器上做点手脚，让他们的孩子安全过关，那你让这些人掏多少钱，他们都会心甘情愿。这就是您所谓的天大的生意。你他娘的这脑子到底怎么长的？老大，你惊讶的有点早。推断案情，没有人比我更专业。老大，你的计划就是把人分成2组，一组先走做幌子，也就是所谓的炮灰组，另一组暗度陈仓，负责把真正的货送到目的地。而你对我的定位就是那个炮灰组的头，脑子够用，能给送货组多争取一些时间，对吗？何旭，我想清楚了，你这种脑子去炮灰组太可惜了，我让别人代替你。老大，分2组的计划我觉得不靠谱。为什么？你仔细想想，消息为什么会泄露？肯定是有内鬼，而且级别很高，所以你分10个组也没用，只要内鬼还在，走哪条路哪组是幌子，哪组带真货，对方一清二楚。那你说我该怎么办？不要把人分开，把机器分开，多找几个狠角色，各带1份。对呀，我自己有原始拷贝，只要别人做不出，就已经立于不败之地，最多分几次送。老大，你最多能派几个人？5个，包括你在内5个。那就把模具拆成5份，最核心的那一份放我这儿。放你这儿？不错，
因为我是昨天刚来的，图的还是自保。这5个人里，只有我没有出卖你的动机。我明天只做一件事，评估。如果我判断小队已经遇到团灭的危险，我掉头就走，然后亲手毁掉手中的模具。真没想到，这种必死的局面都被你反魂了。去吧，清明，活着回来，你就是24节气里排名最靠前的那个。这把剑，我先借给你。何须，竟敢伤我，我一定要让你10倍100倍的偿还。你跟他的恩怨，暂时先放下。爸，我们周家从没吃过这么大的亏，那个穷鬼差点要了我的命。重氏的地下皇帝包惊喜出面保他了。那我们周家就这么咽下这口气了？咽不下的，我只是让你等2天。进来吧。30枚恶手晶作为定金，事成之后我再给你30枚。我收到消息，何旭被安排去护送模具，你混入其中，这一趟我要他有去无回。我不是听说你从不主动找男生聊天吗？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帮你完成心愿的。50万，程阿姨的手术费，我一定会帮你带回来。这次护送真的没风险？没风险，就是日常护送任务，1周内肯定回来。立春、白露、夏至全去了，尤其是中秋，那可是觉醒了排名第7的序列，理论上能干掉任何一个觉醒者。这阵仗，你跟我说没风险？包院长看中我，想让我跟着他们长长见识。真板正，不愧是我侄儿。小姨，别摸了。哟，还害羞了？小时候我还经常帮你洗澡呢，怎么现在？行了行了，我先进去了。何旭，你一定要活着回来啊，不然我会发疯的。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清明，一会儿核心部件由他携带。一个废物李白，凭什么拿核心部件？就是，清明这么重的名字，他这种货色根本压不住。现在我有资格拿了吗？好快，不愧是打败周成业的人，果然有点东西。在找死！看上了。这是什么脚印？哪怕是猛虎，也没这么大吧？这趟车上有灾厄。列车上怎么会有灾厄？这趟车是包院长特意安排的专线，难道是巧合？世上所有的巧合，拆开看，都是蓄谋已久。你的意思是，那些人已经跟彼岸社勾结的灾厄搭上线了，所以那些灾厄才出现在这辆车上。我们的行踪
从出发前就已经暴露了。我们接到举报，这间包厢有人携带违禁物品。都靠在一起，站好。乘警同志，我们都是好人。别废话，靠边站好。上车不到半个小时就接到举报，太巧了，这乘警不对劲。快闪开！他就是列车上的灾厄！别逃了，你是逃不掉的！让我吃了你，你就能跟我为一体了。我已经饿了很久了。你怎么长着我的脸？你看，咱俩多像。你说你很饿，巧了，我也是。你的意思是你想吃了我？人要吃灾厄！反正你都快死了，我就跟你说句实话吧，我是特意来猎杀你的。有人出了60枚恶兽精，买你的命。60枚恶兽精，周家可真是大手。不过，就凭你，也想吃我？告诉你个秘密，其实我也是灾厄。你吃我，我也想吃你。人形、独眼，还有这种速度，你是第181位的灭世级灾厄杨戬。60枚恶兽精，本以为是天降横财，没想到是催命符。周家，你送的这份大礼，我收下了。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报答的。好久没有这种吃自助的感觉了。恭喜，您的序列181杨戬已提升至4阶，力量与敏捷大幅强化。第3只眼新增功能透视，请您在以下3个技能中选择一个。爆体72变进阶技能，可完全复制对方的身体、体型与灵力波动。哮天犬召唤，可召唤契约犬增强战力。示警，受到危险时可提前预警。升到5阶有这么大难度吗？如果我现在销毁模具跳车逃走最安全，可是50万就没了，程阿姨的手术做不了，程嫣婉的人生就彻底毁了。车厢里那群灾厄以为渔夫追上了我，如果我选择到底，变成渔夫混进去，把所有模具拿到手，50万就稳了。不跑了，这一次吃个痛快。我选到底。您已选择到底，72变路径是第3阶，您现在可完全复制目标的身体、体型、气息与灵力变动，触碰目标即可激活。这场戏已经唱到高潮了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好呀，渔夫哥哥也得手啦，就剩童哥了，只要他搞定中秋，5份模具就全到手啦。模具拿到了。中秋呢？跑了。不过是一块能走路的血石，跑了就跑了，模具才是正事儿。行，反正任务完成了，走吧。尤夫，你负责开车。核心模具交给我保管，
路上还有驿管局的暗哨，怕你开车分心，放我这儿安全。交出去就等于把底牌让出来，不交又显得太反常。听说72变序列的灾厄可以变成别人的样貌，偷天换日。渔夫哥哥，你在犹豫什么？被发现了。哼，72变，那种灭世级灾厄，100年都遇不到一只。小丫头，你想多了。拿去吧，本来就嫌这玩意儿硌得慌。你到底是谁？我是你们队长啊。你也是灾厄，还是72变路径的灭世级灾厄？杀了他！说。不可能，他可是……到底是什么怪物？50万到手了。什么？彼岸社袭击了火车，所有护送的人都死了。那何旭？何旭，你怎么死的？你放心，我一定会为你报仇，让周长风父子付出代价。长官，刚收到的消息，包金喜的护送队在列车上遭遇彼岸社伏击，立春、白露、夏至确认阵亡，中秋和清明生死未卜。长官，您觉得何旭还活着吗？彼岸社派了多少只灾厄？根据初步情报，至少5只。长官，5只灾厄围杀1支护送队，立春、白露、夏至全是包金喜手下的精锐，死了。中秋是序列第7，失踪。整支队伍里战力最弱的那个人，一个序列128的李白，反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你不觉得这个剧本写得太离谱吗？也许他确实死了，只是尸体还没找到。灾厄杀人是为了吃，吃完会留骨头、留残肢、留痕迹，但何旭部分什么都没有，干干净净。你知道我见过多少起灾厄袭击案吗？100多起，每一起的现场都是地狱，唯独这一次有一个人凭空蒸发了，连一滴血都找不到。文远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您说，一个人在5只灾厄面前消失的无影无踪，有几种可能？2种。第一种，他被吃的连渣都不剩；第二种，他根本不是猎物，而是猎人。长官，您的意思是？何旭每一次出现在危险现场，最后都能全身而退。唐雨田案，他是唯一的幸存者；周成野一战，他以弱胜强。现在5只灾厄围杀，他又失踪了。可他当众觉醒了李白，全校师生都看见了金色序列真言浮现，那做不了假吧？是啊，所以这才是我最想不明白的。文远，现在我要你做一件事。什么？等。不要查他，不要跟踪他，不要让任何人接近他，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他真的是我想的那种东西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他有软肋，有牵挂，有想守护的人，他不会逃。而一个不逃跑的猎物，才是最容易抓的。那如果他真的只是个运气好的李白呢？那我请他吃饭，当面道歉。通知各卡口，护送队遇袭的事对外统一口径。列车机械故障，在我找到何旭之前，任何人不得擅自公布伤亡名单。是。文远，如果何旭主动联系一维报平安，第一时间通知我。何旭，你最好祈祷。
跟了我这么久，还这么毛毛躁躁的。老大，任务失败了。什么？立春、白露、夏至全死在了火车上，身上的模具也丢了。医管局已经赶过去了。中秋和清明呢？下落不明，恐怕凶多吉少。根据现有的消息，那些人跟彼岸社勾结在了一起，整整派出了5只灾厄。院长，现在我们该怎么办？等，先找到清明再说。他只要能毁掉核心模具，我们就还有退路。老大，他就是个李白，连夏至他们都死了，他又怎么可能逃得掉？他脑子再好用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也只是徒劳。是啊，这一次是我看走眼了。我是包惊喜。老大，幸不辱命，模具安全送到。何须？爸，渔夫3阶灾厄，再加上彼岸社的其他灾厄，就算来个序列前10的觉醒者都得跪，何况一个128位的李白。杀一只蚂蚁确实不需要这么大的阵仗。说不定他现在已经被嚼碎了，连骨头渣子都不剩，可惜我没法亲眼看到。周董，出事了！王渔夫失联了。我们的人赶到列车上，发现了好几具尸体，夏至他们几个都在，单和旭的尸体不在里面。什么？他只是一个128位的垃圾，这怎么可能？打赢你还可以用李白的速度搪塞，虽然勉强，但说得通。但5只灾厄围杀，他不仅没死，还凭空消失，一个序列128位的垃圾，做得到吗？那他到底是什么？只有一种可能，他觉醒的真实序列远比李白强大得多。李白只是他的伪装，不过得罪了我周家，就算他再强，我也能一只手把他按死。咱们的大功臣回来了，幸不辱命，立春、白露、夏至全死了，中秋失踪。你一个李白是怎么把模具送到的？运气好，赶上对面的人内讧。运气真好，现金明天我会找人给你送去。还有，你手中的祭器，从今天开始正式归你了。谢谢老大。清明，还有件事儿，我得提醒你一下。什么事？你也知道，后天举行觉醒考试，新版强制觉醒药剂已经运到重试了。这些药剂还有另一个功能，注进灾厄体内，灾厄会当场炸成血沫。我又不是灾厄，怕什么？清明，别急着反驳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这次觉醒考试的总负责人你认识？谁？你小姨顾欣然，她是医管局特派的觉醒队队长，专管这次五考的全流程。你以为她住你家是为了叙旧？她是在就近监控你所在的区域。我小姨监控我，她一个精神系的。精神系？何旭，你知道顾欣然觉醒时，序列13，弗洛伊德，能力读心术，他能偷听别人的心声。读心术，他一直住在我家，和我朝夕相处，吃饭、聊天，也就是说，我每一次想到自己是灾厄的念头，他全都听到了。老大，我有点事儿，就先走了。你脸色怎么这么差？小姨，我问你件事。怎么了？
你觉醒的异能是弗洛伊德。你知道了？小姨，你读过我的心吗？没有啊，我没有读过你的心，我不敢，我怕你这个外甥不喜欢我这个小姨，那我真的会很难受。顾欣然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曾经偷读过我的想法，我真的会很生气。你我之间有什么事是必须用偷窥才能解决的？你想知道什么，问我就好，我都会原原本本的告诉你。我们之间没有。我没有偷窥，没有，我就知道我这个序列一暴露，周围的人肯定都不喜欢我何旭。我真没读过你，我可以向天发誓，如果我偷窥了你。好了，我信你。小姨，你会遇到一个你特别爱的人。巧的是，那个人也很爱你。你就瞎说吧，你纯占我便宜。小姨，我说的没有秘密，是这辈子说过最大的谎话。有些事，你永远都不能知道。这钱我不要了，你想反悔？何旭，我想交你这个朋友。你这脑子随便出个点子就不止50万了。程嫣婉妈妈的手术算我送的。好，刀哥，你觉得今年搞的这个强制觉醒试点，结果会怎么样？结果会一团糟。如果社会上知道每个人都有概率觉醒为灾厄，一定会出现大规模恐慌。所以，钱你还是收下吧。帮我买老板觉醒药剂，这东西以后会被炒到天价。这个消息也算我送你的。行，我先去做手术了。清明，谢谢你，以后有什么困难只管开口，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，我会帮你。新版药剂会炸死灾厄，老板的不会。这东西可以给程嫣玩。何旭，如果手术失败了，我该怎么办？不会。手术很成功。小婉，妈以后能站起来了。何旭，你有事找我？我成为觉醒者后，知道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内幕。小婉，你知道觉醒者和灾厄的来源有什么不同吗？没有不同，他们都是普通人变的。觉醒是随机的，没有人能选择自己是成为觉醒者还是灾厄。今年重试搞了个5考强制觉醒试点，注射新版药剂之后，如果觉醒成了觉醒者，那么恭喜你。但如果你不幸觉醒成了灾厄，新版药剂会让你当场爆体而亡，当着所有人的面。什么？我可以搞到老板试剂，老板的不会致死，无论觉醒成什么都能活下来。你要不要提前注射？无论结果是什么，总能把危险降到最低。咱们没有必要拿自己的命去冒险。没有必要浪费这个钱。如果我觉醒成灾厄，就让我去死好了。何旭，我没跟你说过我爸爸是怎么死的吧？他是被灾厄吃掉的。我爸死以后，我妈没日没夜的打零工赚钱，然后被撞断了腿。这一切的开头全都是灾厄。何旭，这世上我最憎恨的东西就是灾厄。如果我也觉醒成了灾厄，那我还不如去死。小婉，你永远不会知道，此刻站在你身边的这个人，就是你最憎恨的东西。让已经觉醒的学生也注射新版药剂。长官，这没有先例。新版药剂只杀灾厄，如果他是觉醒者，毫发无伤；如果不是，那也是他活该。长官，这条规矩
是专门针对何旭的吧？我用了所有常规手段，审讯、跟踪、诈术，没有一次抓到实证，这是最简洁的办法，让药剂替我做判断。如果他真的只是李白呢？那我当众向他道歉。文远，我知道，你可能觉得我对自己的直觉太过执拗，以前也有人这么说过。13年前，我女友闺蜜来出差，约我俩吃饭，当时我觉得她眼神有鬼，女友不信，我也没坚持。第二天，我女友一家被啃成了渣子，血流了一地。至于何旭，我见到他的第一眼就知道他是灾厄。好，我去你家找你。不用，我就在你家楼下。何旭，我答应你。答应我什么？注射药剂。你想通了，也觉得提前打比较好。我想清楚了一件事，提前注射跟在学校强制注射是不一样的。如果我是灾厄，强制注射，我会死在那个冷冰冰的机器里，死在所有人的围观下；而提前注射，我可以死在你怀里。如果我变成了灾厄，何旭，请你用这把刀杀了我。小婉，你为什么这么悲观？你就没想过自己会成为觉醒者吗？觉醒成灾厄的概率比中彩票还小，你不必。丧父的概率也小，妈妈撞断腿瘫痪在床3年的概率也小，我全都遇上。何旭，老天爷从来就不喜欢我。不过没关系，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就是遇见了你，我已经很知足了。药剂给我吧。何旭，我还有最后一句话想说。不许说，小婉，听我说，无论结局是什么都没有关系，觉醒者、灾厄、普通人都没有关系，出了事我帮你扛。何旭，抱我，我冷。普通人也好，平平安安的。何旭，我没有变成灾界，我觉醒了。序列8，洛神。程嫣婉，属于你的黑夜彻底过去了。从现在，从此刻开始，你把命运彻底握在了自己手中。你知道吗，何旭，我才不要什么朝霞万里，我就只要身边有你。新规看了吗？全员注射。看了。走个过场而已。新版药剂对觉醒者没影响，就跟打生理线水一样。司马真就是想当众折腾你，显得他没白忙1年。你别搭理他就行。怎么了？脸色不太好。没事，有点累，我先睡了。全世界都觉得这只是走个过场，只有我自己知道，那根针管里装的是我的死刑探知书。如果明天我死了，他恨的灾厄就少了一只，也挺好。司马长官，我提醒你，我的职责是确保流程合规，任何违规操作我会直接叫条。当然，一切按规矩来。5考注射测试正式开始，请1号考生安小慧入场。普通人合格，下一位王浩。这什么情况？王浩，序列207，灾厄已清除。我真好奇，你进去之后是爆炸声大一点，还是你骨头碎裂的声音大一点？下一个何旭。何旭，
如果你现在变成灾厄原形，从这个门冲出去，凭你的速度，或许还有一线生机。司马真，何旭是序列128李白，全校师生看着他觉醒的。你当众暗示一个觉醒者是灾厄，你到底是何居心？驿馆局长官的位置，你是不是不想做了？我不会错，他一定是灾厄。你的意思是，我这个侄儿在我这个弗洛伊德面前隐藏了10几年？去吧，打一针出来，让咱们这个驿馆局长官知道他的眼光到底有多差。司马长官已经检测完毕，没有任何违禁物品，是否进行固定？固定。奇怪，为什么何旭这么平静？固定完成，机械臂已就位，锁定注射区域。注射。1个礼拜，怎么可能打过我？怎么可能从5只灾厄口中逃生？何旭，司马真说的没错，你一定是一只隐藏得很深的灾厄。灾厄，他一定是灾厄！刚刚那2只灾厄也是这么震的。我就知道。怎么样，司马长官？我刚才故意晃了几下，是不是还挺兴奋的？真是难为你了，这么开心还要维持冷酷人设。观察时间到。这怎么可能？难道我的直觉错了？何须真不是灾厄？司马长官，这么一会儿不见，你的脸色苍白了好多。我知道你现在很难受，但承认自己的无知，承认过去这段时间你所做的一切判断、一切布局、一切殚精竭虑，全是一场笑话，很难吗？看来你不愿意，你固步自封，你想继续当一个被自负蒙住双眼的猎人，坚信自己永远不会失手，直到有一天，所有人都不再信你。到那时候，你就会发现，你苦心经营的一切权威、一切直觉、一切战绩，不过是一个笑话。他奶奶的，吓死老娘了！我是真怕那个老灯往药里掺点什么，害我大晚上。你挺仗义的，你跟何旭什么关系啊？我吗？我是他的好朋友。司马真，你估计这辈子都想不明白，程延婉觉醒当天，我是怎么涉险过关的吧？小婉，是不是你做的这个字体，可以吸收一切靠近它的液体？也不全是，它只能吸收密度和水差不多的液体，像咖啡、牛奶那种浓稠的就吸收不了。小婉，我能不能管你要一件东西？能。你都还没问我要什么呢。不需要问，只要你要，只要我有。我需要你帮我做几颗贼小的水珠，小到肉眼看不见。好。那些药剂在进入我身体的瞬间就被洛神水珠包裹住了，它们悬浮在血管壁上，根本没有进入血液循环。司马真，作为一个执法者，跟我这种级别的犯罪分子过招，你未免也太嫩了。何旭，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王浩是灾厄，而且他什么都没做过就被当场处决了，这真的合理吗？合不合理有那么重要吗？道理是小孩子才热衷的东西，重要的从来不是你占着道理，重要的是你能不能赢。对了，我听说这几天好多大学都在联系你，所以未来的洛神大人打算便宜哪所学校？我去哪个学校不取决于我，取决于你。我？你在哪里，我就在哪里。差点忘了，刚才苏晴薇来找我，她问我要不要一起组队去猎杀异兽，探索秘境。我有点动心。小婉，你不需要冒这个险，你是序列8，无论几阶，全国大学你都随便挑，升阶对你来说锦上添花。既然你不同意，我就先回绝苏晴薇好了。小婉，你现在不用再绷那么紧了，你是序列8，你有资格去想一些更奢侈的东西，比如生活，比如梦想。你的梦想是什么？以前我的梦想就是治好妈妈的病，考上一个好大学。现在这2个梦想好像都实现了。
你帮我实现的，所以现在我的梦想是捍卫你。小婉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也许我根本不值得你捍卫？也许有一天你发现我其实是个反派，我站在全世界的对立面，所有人都针对我，人人得而诛之。到那时，换个梦想吧，小婉，换一个。换不了了，来不及了，何旭。如果全世界都要诛杀你，那我就杀了全世界。小姨，怎么了？开会不顺心？你少来这套，何旭，你跟那个程嫣婉到底什么关系？同学关系，非常纯洁、非常健康的同学关系。你觉得我信吗？那我问你，我跟他谁好看？小姨，这问题根本不用比，你腰细，脸跟明星似的，低头不见脚尖，谁能跟你比？那是，好多人都说我整形了。那是嫉妒。何旭啊，男孩子出门在外一定要保护好自己。现在坏女人太多了，她们表面上跟你聊人生谈理想，其实满脑子都是怎么把你灌醉，把你推倒。好，我一定注意。这年头，像小姨这么单纯的女生可不多了。去洗一洗吧，我可不跟没洗澡的人睡觉。什么？这就是你说的单纯？睡觉啊，我明天就要离开宠室了，吃的用的都给你买好了。谢谢你，小姨。别废话，快去洗澡。小姨，小婉，何旭，地大的招生老师来了，人已经到学校了。地大，好，我马上来。那我在地大等你。真不愧是洛神，就连捆绑报名都能让这种顶尖学所趋之若鹜。何同学，终于见到你了，快坐快坐。两位同学有过战斗经验吗？没有，我们都是一阶，毫无战斗经验。没关系，加入地大后，我们会提供大量实战机会，有4阶以上的老师保驾护航。对了，听说两位是捆绑报名，有问题？没有，捆绑报名没问题。程同学你放心，金国能给的，我们地大也能给，而且我们还可以给他们根本给不了的东西。什么？最前沿的科研机会。两位知道今年5考那种能识别灾厄并精准击破目标的新型觉醒事迹吧？那就是我们地家和艺管局共同研制的。5考新事迹是莫校研发的。罗老师，能展开说说吗？我对科研方向还挺感兴趣的，毕竟你也知道李白的战斗潜力不是很大，那你更应该来我们地大了。我们地大的迷雾生物系有非常厉害的学科带头人，这个新事迹就是艺管局根据地大的最新研究成果做出来的，原理也很简单。药剂进入体内后，会自动寻找目标体内的核心受精，并进行精准破坏。但这已经是上个阶段的研究成果。怎么说？注射还是太麻烦了。何同学，我可以小小透露一下，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。我们的学科带头人已经找到了不通过注射就能识别灾厄的方法，现在正在实验验证中。很快，整个大夏将没有灾厄的容身之地。我们地带将协助艺委局把他们全都揪出来，早发现，全清除，无漏网。这项研究一完成，我可以负责任地说，大夏境内的灾厄末日就要到了。怎么样，何同学，对我们学校这个项目有兴趣？不用注射就能识别灾厄，冷静，必须冷静。罗老师，您能详细说说这个项目吗？这个项目属于官方机密，我现在确实不能说太多，但可以透露一点，现在项目人手不足，正在吸纳学生加入。何同学，你如果真感兴趣，来我们学校后可以申请加入这个课题组。这小子一看就很单纯，兴趣简直写在脸上了。偏偏他对程嫣婉影响又大，搞定他就是搞定程嫣婉。那这个项目对学生的要求有哪些？主要2点，一是老师推荐，这个我就可以推荐你们；2就是级别限制，需要4阶以上，也就是说下过秘境，接触过符文，这个对你们来说可能有点难，但没关系，只要大一好好努力，罗老师再给你们弄点提前下秘境的机会，说不定大2你们就可以进组了。太好了！大二个屁！到了大2你们都研究出来了，
我还进个鬼的组？必须一开学就进去，必须尽快知道怎么过敏这种识别方法。选哪个大学已经没有悬念了，必须进地大，必须大一就进组。而入学前，我和小婉就必须下一趟秘境，拿到符文，升到4阶。一旦参与了这个项目，国家勋章、社会安全贡献奖，简历上闪闪发光的资历，还可以加入艺管局。等一下，罗老师，进入这个项目可以加入艺管局？何同学对艺管局感兴趣？是的。不瞒罗老师，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进艺管局，我与灾厄不共戴天。艺管局我当然想进，毕竟一个贼最向往什么职业？就是警察，因为安全。好，有志气。等你到地大，我介绍你进艺管局。那何同学、程同学，我们地大见。所以你决定去地大了？地大的研究方向，我很感兴趣。你在哪儿，我就在哪儿。谢谢你，小婉。接下来，我们可能得进一趟秘境了。地大的核心项目要求4阶以上，必须下过秘境，接触过符文。我们得在入学前完成这个条件。好。不过我们2个人不够，我们还需要队友。清明，老大有急事找你。牛啊，清明，5只灾厄围还被你反杀了，难怪老大这么器重你。运气好罢了。装，你接着装。赶紧进去吧，别让老大等急了。中秋，我听老大说你卡在3阶已经很久了，有没有兴趣下一趟秘境？清明，坐。何旭，你为组织立过功，流过血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24节气之首了。老大，我真的怕了。我以前仗着自己有点小聪明，觉得什么都在我的计算之中。可是这一次差点丢了性命，我才知道，原来我活到现在靠的是运气。老大，我不想干了，我要退出阴历会。我很感激你当时出手帮我挡了周家，但我也对得起慧理。何旭，你是个聪明人，但你不该把别人当傻子吧？告诉我你退会的真正原因。差不多得了，我不想干了。你从我这儿捞的也够多了，大家就坡下驴，面子上都好看，好聚好散，这不挺好的吗？何旭，你找了个高系列的女朋友，就不把我放在眼里了是吗？我承认你脑子好使，可江湖不是打打杀杀，江湖是人情世故，你太幼稚了。清明啊，只要你留在阴历会，在重市上大学，刚才一切我就当没发生过，以后我可以把你当接班人培养，让你继承我的事业。我就说2件事，第一，器官买卖很恶心，老子才不要继承这种事业。第二，你特妈能不能别老在室内抽烟，他有没有点素质？周长风，我是包惊喜，何旭这边我不再负责了。对，年轻人太气盛，得让他好好吃吃苦头，你随意处置吧。梅先生，这次请你过来主要有2件事。周先生请说。第一，重市西南方有一处秘境即将开启，我需要你带队进去，拿到秘境符文，让成野升到4阶。第二，杀了何旭，让他彻底从这世上消失。拿符文很简单，但如果要杀何旭，得加钱。梅先生，生意不是这么做的，你是杀手榜顶级杀手，杀一个李白还要临时加价，这可是能打赢吕布的李白。更何况他小姨背景神秘，女友更是觉醒高觉醒，杀这样一个人不该加钱。我同意。秘境开启之后，我不会让何旭活着走出来。程岩，林教授不是一直对高系列很感兴趣吗？
把程延婉要进秘境的消息透露他。这一次，我要把水彻底搅浑，让何旭有去无回。你好，我叫林植，是一名生物学家，研究方向是接触带生物的变异趋势。听说林教授想和我们组队，是为了一只变异生物。不错，确切的说，是一只罕见的三尾白狐。这白狐很重要。不错，只要顺利出了秘境，我一人给你们10万，甚至秘境中得到的符文祭器，我都可以不要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一旦抓到这只白狐，一定得归我。林教授，我很好奇，什么样狐狸价值竟然比符文还重要？告诉你们也无妨，这狐狸对你们毫无价值，但对我来说无比珍贵。我现在已经确定，这只三尾白狐觉醒了隐身技能。你是说，一只狐狸成了觉醒者，还是狐狸中的聂隐娘？不错，林教授，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，请说。狐狸属于犬科动物吗？狐狸当然属于犬科动物。犬科动物就可以做哮天犬，而这只狐狸还会隐身，那它连暴露的弊端都没有了。毕竟谁家养茧的没有哮天犬啊？多谢林教授解惑，那我们明天见。你在干什么？林教授这条件开得太好了，这不是好事吗？条件好当然是好事，但天上掉的馅饼一般都有毒。一个大学教授不找团队，不找军部，偏偏来找我们3个学生组队下秘境。他要么是真缺人，要么他另有目的。先生，今天想看什么？我想看日升日落，看岁月蹉跎，看全人类血流成河。我还想看幸福的彼岸。里面请，您要看的都在3号厅。晚上好，先生们。按照惯例，请各位依次证明自己的身份。可以了，自蛇小姐，请坐。到您了。恭喜您的达尔文又进阶了，虚狗先生，请坐。验证完毕，现在让我们进入正题。想必各位已经知道了，这次紧急召集2位护法，是因为社员被屠戮。社氏的主要责任人3名：包惊喜，重氏第一医院院长，阴历会老大，除老的黑手套；序列3期聂小倩，能在影子中穿梭，非常难杀。沈亦菲，阴历会干部，绰号中秋，1年前加入阴历会，序列7成吉思汗，不过只有3阶。需要关注的是他的背景，我们怀疑他和黑帝神有关系，但目前没有确切证据。对付他最好生群。第3位没什么好说的，我就不浪费时间介绍了。2位护法，拿下包惊喜的脑袋，奖励100枚受精，提供一个破军级别秘境信息，无论俘获多少现金和祭器，全归出手的人。抓住沈亦菲，奖励220枚受精，提供2个破军级别秘境信息。何旭的脑袋，14枚受精。以上就是本次通告的全部内容。希望我们共同努力，一起到达幸福的彼岸。这次的狩猎越来越有趣了。何旭，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，还真敢来。你知道我养伤的这段时间在干嘛吗？你在干嘛？关我屁事。我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，就是对着镜子想你那张脸，想你的剑怎么刺进来的，想你的速度为什么那么快，想我到底输在了哪里。最后，我想，输在自大，输在轻敌。不过都没关系。你小姨被调离重氏，医管局的司马真恨不得亲手把你逼到绝路，就连你死死抓住的那根救命稻草阴历会都抛弃你了。你就是一个没人要的孤魂野鬼。我说句不好听的，你现在连求饶的资格都没有。说完了吗？什么？周成野，
你知道你最大的弱点是什么？你是觉醒了吕布，可你骨子里不是吕布。吕布是从尸山血海里杀出来的猛，而你呢，是靠家里买的药剂，请的训练师堆出来的温室花朵。没有一颗无敌的心，序列再高有什么用？这才是输的真正理由。何旭，你嘴可真硬，但只要进了秘境，没有规则，没有法律，没有摄像头，他一个刚突破的2阶觉醒者，你猜他能活几天？光是想想你抱着他尸体哭的样子，我就觉得值了。住手！别动，动了断手。何旭，有你在真好，你就是我要追寻的光。你放心，哪怕跟全世界为敌，我也会站在你身边。周成野，你可以威胁我，可以威胁我全家，但你不该提他的名字。你今天说的每个字，进入秘境之后，我会一个字一个字的还给你。何旭，好，很好。紫色秘境开启了。上，何旭，咱们可是同学啊！求求你，求求你别杀我！别杀你，你可真会说笑。别哭了，哭也算时间的了。进入遗迹后，所有人都被随机传送到秘境各处，也不知道小婉怎么样了。这紫色光点似乎让我变强了一点。大夏官方把秘境分为7个等级：扰境级、汉月级、破军级、摧城级、复国级、吞天级、灭世级。扰境级最常见，也最安全，等级越高，危险呈指数级增加。每个秘境的规则都不同，而眼前这座紫色秘境的规则是厮杀，杀的人越多，在秘境中拥有的战力越强。看来我得加快速度了。梅先生，序列11，距君王级序列仅差1步，拥有范围级技能，能用琴声控制别人，同时也是榜前3的高手。既然你冲我来，那我就先主动出手。这个沈一飞这么惨呀！来了，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抓到一条大鱼。像他这样高系列的人是自立，我每年都能弄死一堆。站住！难道他发现了？有人进入狩猎区域了，是何旭那组带队的那个黑衣人。不对，他怎么不往前走了？正好趁这机会探一探他的底细，看看他究竟藏着什么秘密。我过去收点力气。等一下。不要打草惊蛇，更不要轻视何旭。不要轻视何旭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最近杀手圈有个传闻，重市冒出来一个悟空。悟空，那个前5的帝王序列。虽然这个悟空目前只有1级，只会变脸，但他也进入了这个秘境。为防被他混入其中，我们得编个暗号，免得被他趁虚而入。行，你说天王盖地虎，我回答我跳过楼。可以。这音域还有点难找。林教授是灾厄。哟，
这不是程烟婉吗？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！一个人啊，何旭呢？他不会死了吧？站住！再往前一步，我就杀了你。杀我？凭你一个2阶觉醒者，不过看在相识一场的份上，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，做我的女人。否则，这里没有规则，没有法律，你说我会怎么对你？我宁愿死，也不会做你的女人。真不愧是君王序列，对水元素的亲和力竟然到了这种地步。可惜，只是垂死挣扎。要不是沙漠里水汽稀少，想要活捉你，我还得多费几分力气。可惜啊，天时地利都在我这边。放开我！放开！你在做梦呢。周成野，你在找死！我要撕了你！何旭，这一次我做了周密的准备，连杀手榜前3的高手都请来了，用不了多久，我要你亲眼看着你拼命守护的女人在我胯下婉转承欢。别追，小心有埋伏。没事吧？没事，这一次又是你救了我，又是你把我拉出黑暗，有你在真好。林教授呢？没跟你在一起吗？他是灾厄，他的目的应该是吃掉我。竟然有灾厄能这么逼真的伪装成觉醒者？有的，不过这种情况我也是第一次见。他回来的方向不对，换个曲子，我要听《春庭雪》。难道他是那个悟空？天王盖地虎，宝塔镇河妖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暗号不对，果然，要么你是那个悟空，要么刚才的那个人是悟空，我没法确定，只能割开你的脸了。悟空能变脸，但无论他变成什么样，脸皮下都会有自己的真脸。只要剖开你整张脸皮，我就能知道你的真伪。反正如果你是真的，吕布也能自我恢复，对吧？你给我别动手！你住手！我他妈是甲方，我是老板，我他妈付了钱啊！左脸没有，那再试试右脸。真没有，真的是周成宇。这么说来，何旭其实不是李白，他是悟空。悟空，那可是序列4帝王序列。不，有很多种可能，可能是何旭是悟空，也可能悟空是何旭，这不是一个意思吗？一种可能是何旭是悟空，但因为某种我们不知道的原因，他伪装成了李白。你当初并没有输给一个序列128的李白，而是输给了序列4的悟空，你输的一点也不冤，他就是比你强很多。这样的话，至少说得通了。但一个帝王序列的悟空，绝对会得到官方无比的重视。为什么非要装成李白呢？这两者的待遇可是天上地下。而我们知道，何旭是最近才加入阴历会的，他以前的履历干净的像张白纸，也没有离奇的身世。他为什么要隐藏自己真正的身份？对啊，能当悟空，谁会当李白？所以第二种可能是，何旭这个人其实早就死了，一个悟空在冒充他。原因可能是这个悟空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，在逃避追捕，或者有仇家。总之他不能暴露身份。现在你还以为何旭只是个小李白吗？不，他的序列比我们都强。而且从他愿意下秘境这件事看，他现在一定已经3阶了。你已经和一个悟空结了私仇，
如果让他再拿到这个秘境的符文升到4阶，我们绝对会死无葬身之地。我们有可能跟他讲和吗？何旭绝对会在这里杀了我们，因为我已经见识过他悟空的这一面，他必须灭口。你要明白，何旭敢对我们使用变形，前提是他认为他绝对有能力把我们埋葬在这个秘境里，这个秘密绝不会被带出去。当一个悟空决定对一个人使用72变的时候，在他心里，这个人已经死了。现在是我们最后的机会。如果让他升到4阶，你也知道，拥有金箍棒的悟空有多恐怖。 1阶悟空能变脸，2阶能变身体，3阶火眼金睛。3阶之前，悟空都是以敏捷诡诈的形象出现的。可一旦到了4阶，觉醒了金箍棒，到那时他就能毁灭一切。我们怎么办？别急，他就是我们能打出的最大一张牌。原来是这样，我以为这一次我们吞噬的上限是成吉思汗、洛神、吕布、贝多芬，没想到啊，竟然还有一个悟空。 谁还不给我滚出来！既然被发现了，那索性就先解决他们，再去找何旭。躲开，快躲开！巨力，你不只有一种能力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要你命的人。 那就看你有没有这种本事了。林教授已经展现出好几种觉醒者的能力，他到底是什么灾厄？何旭，怎么办？要不要上去帮忙？不用，我们能做的只有等，只有找机会杀死梅先生，升到5阶，才有机会在林教授的手下活下去。 我等的机会终于来。果然是梅先生，别来无恙。恭喜您的序列181杨戬 已提升至5阶，力量与敏捷大幅强化。如想避免蛇化，请于1个月内再次进食。请您在以下3个技能中选择一个：变身72变3阶技能，可与对方完全一致，并拥有其天赋技能，只可复制5阶及以下。哮天犬召唤1级，可选择一只犬科动物进行契约绑定。示警：当危险即将发生时，有80%概率在头脑中提前收到提示。我选2，哮天犬召唤。您已选择哮天犬召唤，开启哮天犬路径。 请在1天之内契约一只犬科动物。如想继续提升至6阶，请完成天赋任务，连续越阶击杀高于自己1阶或以上的3个觉醒者或灾厄，间隔时间不得超过30秒。6阶时将获得一个强力战斗技能。技能提示：周成野逃离战斗区域，周成野已进入风沙深处，警告：风沙暴即将来临。可以啊，我果然没看错你。要不是林教授把他打到重伤濒死，我也没机会。 林教授，那只会隐身的白狐，你抓到了吗？我运气一向不错。别演了，我知道你是灾厄，
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你猜。我们并不是死敌，我觉得我们可以谈谈。我知道，你既不是李白，也不是何须，你是悟空，一个被人知道行踪就会死的悟空。我？前5的帝王序列？对，我知道你的底细，你也知道我的，我们正好做个交易。你特妈算老几？你手上有牌吗？现在我只要喊一声你是灾厄，让这些人转身就跑，只要一个能回去报告义总局，你就完了。而你能把我怎么着？你对他们喊我其实是悟空，一个李白变成了悟空，你觉得他们是会恐慌还是会高兴？林植，本来我可以让你活着离开，但你不该自作聪明威胁我。等一下，何须，你要是杀了我，你自己也死定了。我给你10秒钟时间把话说完。我是6阶，那又如何？你也说了我是悟空啊。那你能确定我的序列强弱吗？我可是灾厄。我能确定，你要真是个强劲序列，才不会和我在这里废话。不好意思，10秒到。等一下，何须，你、沈一飞还有包院长已经死定了，只有我能救你们的命。我没骗你，我是彼岸社的。你们3个已经上了彼岸社的追杀令，一个9阶的哪吒已经准备出手了，你们绝对逃不出他的手掌心。彼岸社9阶，他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？你不用这样看我，我有办法把消息传出去。我是达尔文。达尔文靠吞噬别人来进化，这是鲁智深的眼睛，这是赵云的眼睛，这是聂隐娘的眼睛，而这是六耳猕猴的眼睛。只要我对着耳朵说一句话，你所有的一切都将暴露。何须，要赌一下吗？行，我答应你。说说，我们应该怎么躲那个哪吒？你根本躲不开他，因为哪吒有风火轮。但你身边有一个人，只要他肯说句话，你就安全。他爸是黑帝沈幽，他妈是夜女皇洛清寒。彼岸社虽然是触角遍布的恐怖组织，但也得强给沈幽和洛清寒面子。他的背景这么深，看来你对彼岸社也没多忠诚。彼岸社是彼岸社，我是我。我回帝都了，我们帝都见。站住！还有什么事？你走可以，狐狸留下。这次我认栽了，下一次我会连本带利的抢回来。契约成功，哮天犬路径已激活，您的契约兽三尾影狐已绑定。它叫什么？好可爱。废墟古殿，白虎独立，一片潇洒，就叫他小白吧。9阶哪吒，彼岸社，沈一飞的身世。这盘棋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。不过没关系，棋盘再大，我也要一步一步走到终局。帮我抱一会儿小白，我去办件事。什么事儿？收个尾款。周少，梅先生那边的琴已经停了好一阵了。他要么赢了，要么死了，管他呢，我们先逃跑再说。可如果梅先生输了，那何须？闭嘴！梅先生怎么可能输？他是5阶，杀手榜前3，何须就算是……周成野，你的琴师死了。不可能，梅先生是5阶，杀手榜前3，你一个什么？
李白，还是你们说的那个悟空？周少，快走，我来。周成野，我记得你说过一句话，你说要让我亲眼看着我拼命守护的人被你踩碎尊严，还记得吗？何旭，我们可以谈，什么条件都可以。我还记得你说的另一句话，你说这里没有规则，没有法律。你说的对，这里的确。何旭，你不能杀我，我爸。对，你爸是周传风，从事首富。他花60枚恶兽精雇渔夫杀我，渔夫死；他花重金请梅先生杀我，梅先生也死。他动用了一切资源，调动了一切关系，就为了弄死我一个高中生。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？花了这么多钱，请了这么多人，为什么我还活着？没有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认错有用的话，还要警察干什么？中秋，有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说。直说，咱们是兄弟。我最近得罪了一些人，来头不小。听说你家挺有势力的，你看能不能带我去你家避避风头？清明，我之所以一个人跑出来闯，就是不想沾他们的光。我要证明，凭我沈亦菲自己一样行。爷们儿要脸，你要脸？当然。那你要命吗？那可是9阶的哪吒，你知道他杀人有多轻松吧？风火轮一踩，10里之内想杀谁杀谁。不就风火轮吗？来啊，有本事弄死我，老子眨一下眼睛就不叫沈亦菲。想让我去求我爸，没门儿。中秋，咱是爷们儿没错，可咱能不能退一步，找你爸妈的手下求助一下呢？你想想，这既不是向你爸妈低头，又能保全我的命，还保住了你的名声，一举3得啊！有道理啊，那我去找我彪叔。中秋，够爷们儿。他是怎么上来的？门口4个暗哨，我竟一点感应都没有。乾坤圈。混蛋！你敢动我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不要知道，把保险柜打开，所有的钱记起，统统交出来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老子的账户是流动的，只要我不答应，没人能从我这里取到1分钱。不给，好，那就去死！混天绫，你不怕死吗？楚老会找你报仇的。绫，下一个，何旭。算你运气好。司马，组织对你这次在重氏的乌考工作非常满意，你完全控制住了可能发生的暴乱，在所有试点城市里，重氏是做得最好的。这些年你一直扎根重氏，
取得了辉煌的战果。不过有一件事我不太理解，以前局里几次想升迁你，把你嫡立宠事你都拒绝了，为什么这次主动要求转岗？卢局，我产生了动摇，还有自我怀疑。我的直觉开始出错了，我一直待在自己的舒适圈里，以至于失去了敏锐。我需要换一个环境，因为我想找回我的直觉。我不在乎职位高低，薪水多少，请局里把我派到最艰苦的地方去。司马，你是一个纯粹的战士，来帝都吧，这是现在最艰苦的地方。你也知道，太行山和燕山山脉里藏着多少秘境，而帝都的灾厄密度毫无疑问是全国最高的。帝都是我们大夏的心脏，但问题是，这颗心脏离前线太近了。我们最需要的就是你这种拥有铁一样意志的人。卢局，请派我到帝都，不管组织交给我什么任务，我一定可以完成。很好，到了帝都，我会给你最高的搜查权，同时你也将得到我们最新最全面的灾厄情报。最近帝都关于灾厄的新情报呈几何级爆炸，很多灾厄正以一种我们根本想不到的方式混入人群之中。比如说，大家都知道觉醒者中的悟空会变成各种各样的人，但根据我们最新的情报，灾色中也有对应悟空的序列，那就是同样拥有72变能力，序列181杨戬。这个序列跟悟空一样，属于大器晚中型，甚至比悟空还要晚。换言之，杨戬堪称灾厄里的帝王序列。还有，觉醒者里有洛神，灾厄里就有序列201共工。这个系列外表跟人类几乎没有任何区别，经常冒充觉醒者。它能控水，注射到他们体内的药剂根本无法进入血液循环。什么？你怎么了，司马？没什么。我只是突然想通了一些以前死活都想不通的事情。哥们儿来了，我叫牛大磊，序列24，项羽。欢迎欢迎，我叫郝耀祖，我呢是一个普通人。我叫何旭，来自重氏，序列128，李白。什么？一个李白能进地大？地大的门槛这么低了吗？行啊，兄弟，怎么进来的？捐楼了？确实托了点关系，以后你们可得照顾着我点。放心吧，跟着我，保证你在学校里吃香的喝辣的。对了，兄弟们，都聊聊，以后你们想做什么？去部队，杀灾厄，保家卫国。家父在政府部门工作，他还是希望我走仕途。我没理想，没出路，没计划。我说哥几个，咱就不能聊点男大学生该聊的话题吗？比如女人。你们见过咱班女生了吗？有一个叫阮晴晴的，那叫一个巍峨。还有那个宁雨瑶，那腿我能玩1年。我跟你们说实话，你们那俩根本不行。我今天刚刚见过这一届的校花，这么说吧，那脸蛋儿，那身材简直完美。她要跟我谈1天的恋爱，死都值了。这么夸张？太美了，秒杀一切的美。春风再美，也比不过她的笑。没见过的人是不会明白。哥，你真有文化。说了这么半天，到底是谁啊？觉醒6班程嫣婉，不但超美，而且超强，4阶的洛神。今天我有幸远远见了一面，
虽然大家都说他冷若冰山，但我还是注意到他忍不住在人群中对我多看了一眼。老旭啊，我敢打赌，你这辈子从小到大就没见过这种绝色美女。那万一我见过呢？不可能，这么漂亮的君王序列，我都是第一次见。你要是见过，我好药组给你100万，再到操场裸奔。你别乱开玩笑啊！顾爷从不乱开玩笑，少爷我说到做到。兄弟，我劝你现在就开始赚钱。都别扯了，老旭，说说你谈过恋爱没？没谈过。没谈过，那你算是遇上哥了。追女生，整个地大没人比我有经验。第一，不要主动；第二，不要拒绝；第三，不要负责，孺子可教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中午一起吃饭吧，等班会结束，我去找你。跟谁聊？笑得这么开心。移动客服。同学们，安静！从今天起，你们就是地大觉醒1班的学生了。现在，请到4阶的同学站起来。陆白，序列18，荆轲。牛大雷，序列24，项羽。苏瑶，序列35，雪女。还有一位何旭同学。前面5个全是猛人，第6个会是什么？起码也得是个前30的序列吧。大家好，我叫何旭，我是序列128李白。李白？那不是个杂鱼序列吗？肯定塞钱进来的呗。别说4阶，这种序列40阶又能怎样？笑什么？何旭虽然是李白，可人家是4阶，4阶是啥概念？在座各位扪心自问，能从扰境及秘境活着出来几个？你自己几阶啊？不管序列几，能到4阶，本身就是一种实力的证明。好了，经过综合考量，陆白同学，你来担任本班班长。各位同学，既然老师信任我，我一定尽心勤力服务好大家。地大是大夏最好的学府，能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不平凡。不管你是什么序列几阶，只要你站进了这间教室，你就是我的同学战友。谢谢。班长，这年头当官得先交代个人问题，择偶标准说一说呗。这个嘛，既然大家想听，我就说说。我觉得咱们觉醒6班的程嫣婉就不错。嫂子来了，哥快去打招呼。你好，我是陆白，序列。何旭，不是说好一起吃饭吗？你不会想反悔吧？走吧。100万，操场裸奔。林教授，你猜，今年有多少新生报咱们代号 L 课题组？56个，几乎所有4届新生都来了。没办法，大家都想跟你这个天才混嘛，多也有多的烦恼。我本来只想招7个，其中2个还是内定的，罗主管拿名额去招生了。是不是那个洛神和他的捆绑小男友？就是当时觉得招个李白进来有点扯淡，但项目缺人也就答应了。现在这么多高手报名，再留一个低序列，会不会显得很假？小王，你都清楚了，又何必问我？我要是你，可丢不起这个脸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收了人家一大笔钱呢。要不我发个公告，搞个选拔比武，借着比赛光明正大淘汰他。比武不妥，这是科研项目，你考比多少有点离谱。我觉得你应该考点跟头脑相关的，然后把考题往不利于这个何训的方向设计，这样淘汰他既说得通，又不会让人抓把柄。有了，我有想法了，这比赛绝对能淘汰他。那我建议题目谁都别说，明天就考，
省得罗主管偷偷透给何旭，对其他人不公平。说的对，明天就比。冤家路窄，林教授居然也在地大，还特意撺掇王旭搞选拔来替我出局。他以为我是悟空，怕我进项目组立功，加速了项目进度。可他不知道，我其实也是灾厄。我也想搞黄这个项目，偏偏我不能跟他明说。听着，明天那个选拔我一定要赢，但我们不能暴露任何问题。我是正常人，你是正常狗。怎么了？林植，他也在地大，是迷雾生物系的教授。他撺掇了项目负责人王旭临时搞选拔考核，想把我踢出课题组。怎么了？一个灾厄堂而皇之在学校当老师，你不觉得我们应该先想怎么干掉他，保护同学吗？为什么你满脑子还在想怎么进项目组？何旭，我感觉你进项目的目的也不是想帮他们做研究，这些天你一本相关的书都没碰过，你到底是为什么？终于问出来了，以他的智商，能忍到现在已经是极限。我有一个初中同学觉醒成了灾厄，他连红灯都没闯过。我想看看这个项目走到哪一步，找到一种折中的办法。他迟早会吃人的，一个人枉死，总比更多无辜的人枉死好。这个世界一直如此，你习惯就好。首先，我们不能动林植，这是彼岸社和沈一飞那边达成的协议。我们动他，九阶哪吒就会来取我们的命，红线就在那里，谁动谁死。其次，你问我为什么在意这些跟我不相关的事，因为我就是这么一个不计得失的脑残人。如果我不是这种爱管闲事的人，程嫣婉，你仔细想想，你现在还有命坐在这里跟我聊天吗？程嫣婉，你现在是觉醒者，你是洛神，你了不起，回过头来跟我聊弱肉强食了。灾厄弱，所以灾厄要死，那有一天灾厄强了，人类是不是也该死？你跟我说，这个世界一直如此，一直如此，便是对的吗？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说了蠢话，你能原谅我吗？少来这套。你别不要我好不好？你生气可以骂我，可以打我，但不能不理我。我发誓这是最后一次质疑你。好了，没这么严重，这事儿过去吧。这是我找了很久的店买的，特别好吃，你尝尝，吃了就不生气了好不好？好吃吗？好吃就笑一个嘛。啊，狗不能吃巧克力的，会死的。不会，它不会。像我们这样的野狗，吃什么都不会死。旭哥，你跟程嫣婉到底真的假的？不是男朋友，算兄妹吧。太好了！你说你信，你还真信。对了，李白已经发动全班4阶联合抵制你进项目组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老师，咱们一班有乞丐序列的，您还真得仔细讲讲100以后的序列。下午还想参加 L 科技组选拔呢，只要会蹭大腿，序列再低也能进。说完了吗？那我也说两句。第一，下午的选拔我一定会赢，不是可能，是一定。第二，在座各位，包括你，还有你们拥戴的班长，你们加在一起都赢不了。何旭同学，自信是好事，但空口白话不如拿成绩说话。下午见分晓。好，下午见。完蛋了，他下午输了的话，比我裸奔还丢人。欢迎参加代号 L 科技组的选拔，我只招9个人，规则只说一遍。你们将进入一座精神模拟城市，城市中有100个 NPC 居民，15个是伪装成人类的灾厄。你们的任务是在1小时内找出尽可能多的伪装灾厄。找对一个得10分，找错一个扣20分。
最终得分前9名入选。精神推演和观察力的比拼，正好是我的强项。玄女的感知能力在这种环境里是碾压级。在一堆伪装成人类的灾厄里找出谁是假的，这题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。毕竟这世上没有人比一只真正的灾厄更懂灾厄是怎么伪装的。考试开始。他浇花的时候刻意避开了阳光照射到手背的角度。高阶灾厄长期吞噬受精后，皮肤会产生细微鳞化，日光下容易爆。一个普通 NPC 不可能有这种情正常。那种发自内心的对陌生人毫无防备的热情，灾厄装不出来。我们眼里的每一个人类都是食物，就算伪装的再好，眼底的防备是藏不住的。此人翻书速度不均，像是在走神。可能是灾厄在故意模拟人类行为，不是。他翻书不均匀是因为有一页卷角，陆白判断错了，1个、2个、3个。你怎么这么快？第13个。啊！这不可能！满分，1个李白，满分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15个全部识别正确，零失误。我们设计组花了1个月才埋下的伪装，你用不到20分钟就全部找出来了。你对灾厄伪装行为的洞察，简直像是从灾厄内部的视角在观察。何须，你可真是给我出了一道大难题。可能是因为我见过真正的灾厄，知道活得怎样，死得怎样。当你见过真实的恐惧，模拟的就显得太温和。看来罗主管眼光不错，何旭同学，欢迎加入代号 L 科一组。欢迎各位正式加入代号 L 科体组。今天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团队成员，我们的外聘顾问林植教授。何旭同学，很高兴又见面了。林教授，好巧。代号 L 项目的目标只有一个，上一代技术靠注射药剂来甄别灾厄，成本高，范围小，还需要本人配合。而我们的目标是研发一种远程被动扫描技术。灾厄的脑中有一枚受精，我们发现受精会发出一种特殊频率的微弱变动，我们称之为 L 光谱。只要能研制出接收 L 光谱的仪器，灾厄走过任何一个布设探测器的区域，就会被自动标记。远程被动扫描受精频谱，一旦这东西问世，我只要走进任何一个有探测器的地方，就会像一盏灯泡一样亮起来。一旦成功，天下再无灾厄。太伟大了，王老师！必须尽快搞清楚这个 L 频谱的技术细节，找到它的盲区，或者找到屏蔽它的方法。这是我活下去的唯一出路。周导，异境局的人刚刚通知，少爷的遗骸在秘境废墟中被找到了，确认死亡。谁杀的？目前异圣局的结论是秘境内混战所致，无法确定凶手。但根据我们的人调查，最后和少爷在一起的人是何旭。何旭，我周长风这辈子见过无数人死，我以为自己早就不怕死亡了，可他是我唯一的儿子。长官，地大那边有动静，何旭通过了代号 L 科技组的入选考试，精神模拟灾厄识别测试，满分零失误。他觉醒的不是李白吗？一个纯速度型的战斗序列，在精神推演类考试里拿满分。是，而且15个伪装灾厄，他不到20分钟就全找出来了。阅卷老师评语是对灾厄伪装行为的理解深度远超常人。远超常人，当然远超常人，因为他本身就不是常人。您打算怎么做？不急，猎人最大的敌人是心浮气躁，先让子弹飞一会儿。系统说蛇化倒计时还有18天，得想想办法。找到了。蛇化倒计时重置30天，总算吃饱了。哪吒，吃饱了，不用紧张，我不是来杀你的，今天不是。我叫南竹，取自苍山覆雪，名竹天南，
有人出了120枚恶兽精买你的命。周长风，我来之前收到了另一条消息，沈家的人警告我不要动手，所以我想亲自来看看，你到底值不值120枚兽精。一个李白，3分钟干掉3只灾厄。运气。你身上有灾厄的气息，你不是李白。刚杀了3只灾厄，身上沾了血腥味，很正常。周长风的钱我暂时不接，因为沈家面子已经给够了。但如果他把价码加到200枚以上，沈家的面子就不够用了。他闻到了，时间不多了。L 俄普的发射源是受精，探测器能捕捉到300米内任何受精的微弱波动。目前精度还不够，只能探测到5阶以上灾厄。但王旭的方向是对的，一旦灵敏度提上来，所有灾厄都无处可藏，包括我。何旭，加班呢？王老师，我有个问题。你问。这个探测器有没有可能出现误报？比如觉醒者身上偶尔也会出现类似受精的频谱？理论上不会，觉醒者的能量核心和灾厄的受精在频谱上差异很大。但有一种极其罕见的情况，如果一个觉醒者长期接触灾厄受精，比如做研究做解剖，身上可能会残留微量的 L 频谱污染，这种情况下探测器可能会误报。残留污染可以伪装成因为做研究而沾染的残留，这是一条路。明白了，多谢王老师。200枚恶兽精，另外秘境入口坐标一个，破军级。沈家的人，沈家只是打了个招呼，政治保护协议并不存在，我查过。在哪儿动手？地大，后天代号 L 课题组有一次户外实地测试，何旭会离开学校的安全区域，途中会经过太行山脚下的一个废弃矿区，没有监控，信号屏蔽，医管局的巡逻空窗期是40分钟。我不要他重伤，不要他残废，我要他死，我要看到他的尸体。你会看到的。今天的实地测试就在这片废弃矿区。据医管局情报，这里可能残留低阶灾厄的活动痕迹。我们分成3组，实地验证探测器的有效范围。这地方没有监控，信号被矿石层天然屏蔽，四周地形复杂，适合伏击。南珠，他来了，不能让他在所有人面前动手，必须把他引开，否则一旦开打，我藏不住杨姐的能力。王老师，前方地形我去先探一下路。何旭，留在原地，我很快回来。他发现了什么？出来吧，这里没人。反应不错。南竹，沈家的面子你不卖，你就不怕沈优找你麻烦？沈优的面子值100枚受精，周长风出了200枚，你算一下，我该听谁的？你正在攻击一名受医管局保护的觉醒者公民，你是谁？特勤队队长，序列13，弗洛伊德。我刚才已经读了你脑子里的3层防御，你的本名不叫男主。够了，继续动手试试。我保证在你杀死他之前，你所有的真实身份、谷主名单、藏身坐标会被我同步传送到异光局总部的数据库里。从此以后，你在大夏没有任何一个安全的角。弗洛伊德确实棘手，这一次我给你个面子，但下一次谁来都拦不住。小姨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说过，谁要动你，得踏过我的尸体。你不是调到外地了吗？我请了假，我听说你被彼岸社追杀，坐了4个小时的高铁。谢谢，小姨，对不起，有些危险，我不能告诉你原因，但我发誓我会活下去，不管用什么方式。清明，彪叔跟我说了，周长风这条疯狗不会罢手的，你有什么打算？我打算让他自投罗网。什么意思？
周长风千里迢迢来帝都，就为了杀我。他最大的弱点是急，一个急于报仇的人，判断力会大幅下降。我只要给他一个看起来千载难逢的机会，他一定会亲自出手。你要当诱饵？不，我要当陷阱。目标明晚独自前往东二环地下停车场接收一批黑市受精。知道了，周董，这消息来路不明，可能是陷阱。陷阱也许是，但那又怎样？就算是刀山火海，我也要亲手杀了他。明晚，我亲自去。何旭，周长风，您真来了。你杀了我儿子。他先对我动手的。秘境里没有规则，这是他自己说的。那你现在也在秘境之外了，也该还了。周长风，我问你，你请的那个男猪200枚恶兽精，你肉疼吗？你培养周成野从出生到觉醒吕布花了多少钱？10亿、20亿。渔夫死了，梅先生死了，男主你也请不动了。你所有的棋子全部输光了。你现在就剩一把手枪和这群打手，你真觉得这够了？够了。周长风，我可以杀了你，就像我杀你所有的人一样。现在跟你儿子团聚去。这么多5阶觉醒者，3秒钟1个李白能做到？何旭，我终于亲眼看见了。你又跑到天台来了。何旭，那天在车里吵完之后，我想了很久。想什么？你说的对，一直如此不代表就是对的。我以前的想法太绝对了，但我还是想知道，你那个初中同学他现在怎么样了？他还活着，每天都在假装自己是个正常人。他很努力，很小心，但他知道，总有一天会藏不住的。如果那一天真的来了，你会帮他吗？会。那我也会。小婉，你不会知道，你说这句话的对象就坐在你面前。何旭，不管发生什么，我都站在你这边，哪怕你是灾厄。长官，周长风死了，停车场的监控在事发时段全部被信号干扰了，没有录到任何画面。温远，坐下。我今晚亲眼看见了。您亲自去了？何旭轻松解决了10几个5阶觉醒者，干净利落，没有一丝多余的动作。在重试的时候，所有人都觉得我偏执，连我自己都开始怀疑是不是这一次真的看走了眼。但今晚我看见了他的速度，他的杀伐果断，他对战斗的控制，那不是李白，那甚至不是悟空，那是一种完全不同的、更古老、更危险的东西。您觉得他到底是什么？灾厄中的帝王，72变、3只眼、灭世级。如果是真的，那他就是我们遇到过的危险的灾厄。他身边有一个洛神级别的觉醒者做搭档，可能知情，也可能不知情。他还混进了代号 L 课题存。温远，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？如果何旭真的是杨戬，那他进入代号 L 课题存的目的就不是帮助人类研发探测灾厄的技术，而是找到这项技术的漏洞，然后彻底摧毁它。从今天起，何旭的监控级别提升到最高，但是不要打草惊蛇，给我时间，我需要铁证。需要多久？不会太久的。何旭同学，好久不见。司马长官，的确好久不见。司马长官，今天的实测流程全部配合你们。管控区内关押着7名被俘灾厄，阶位从2阶到5阶不等，可以自由测试。密不透风，这是一个牢笼，不只关灾厄，也在关我。
开始实测。何旭，启动探测器。命中率100%，精度误差小于0.3米，精度很高啊。来了。司马长官，这是技术部门根据你们公开的设计方案，从零开始独立复刻了一台，没有使用何旭同学的算法，纯原版对照组，确保实测结果的可靠性。第二台探测器没有用我的算法，所以没有我的后门。他用这台机器扫描在场所有人，如果我没有准备，我此刻就是死人。L 频谱的发射源是受精，受精的波动频率是固定的，但发射出来的信号在传播过程中会受到同频电磁干扰的影响。只要我能制造一个微型发射器，发出和我受精频率完全相同但相位相反的信号，两个信号叠加一正一反，互相抵消，探测器收到的信号为0。既然是对照实验，那除了扫描隔离舱里的灾厄，我建议也顺便扫一扫在场各位，纯粹是为了验证误报率。如果在场觉醒者身上出现误报，说明仪器还需要优化，各位不介意吧？没什么好介意的，我们又不是灾厄。没问题。怎么样，司马长官，我是不是人类？何旭，正常。林教授，你是灾厄！封锁出口，所有人退后！林教授是灾厄，他跟我共事了半年。长官，要不要追？追不上，达尔文吞噬了念影像的能力，隐身后几乎无法追踪，通知全城布防，封锁帝都所有出入口。司马长官，看来您的直觉又对了，课题组里确实有灾厄。是啊，不是你。他信了吗？不，但至少这一局我赢了。1年前我什么都没有，一个刚穿越来的灵魂，孤零零地站在这个陌生世界里，不知道自己能活到第几天，但我活下来了，不仅活着，还赢了。以后的路只会更难，但没关系，一直如此便是对的，不是？但我会让它变成对的。